好咁啊，又講賽馬咁啊，第四場啊，4班1200米草地杯賽挑戰杯好犀利。咁啊，4+3賽道咁啊揀咩馬？揀1號嘅德薩斯、2檔蔡明紹、蘇偉賢。咁啊呢隻馬咧就睇下佢隻賽績啦咁樣。咁咧佢咧呢隻馬咧就喺3班嘅時候咧可以跑到5即係佢喺3班都有個腳影嘅，即係所謂，即係唔好話佢太差。咁啊佢3班降咗4班，而家喺重磅嘅情況下，咁喺上季咧就2月9號嘅時候咧就跑咗場，就跑咗第4。之後就冇跑啦，咁就唔知有咩事之下冇跑嘅嚇。咁咧佢嘅評分咧就減咗佢2分，即係佢隔季嘅時候從來都未有好表現過嘅其實。咁啊有啲咩事咧？咁陣間講下啦咁樣。呢個咧就係馬會嘅網頁啊。首先睇下佢發生咩事，點解要咁遲先至走出嚟啦？因為本身係傷患記錄嚟嘅，應該有。原來咧，佢喺2025年嘅1月12號就有大量嘅血嘅1月28號。咁佢呢隻馬咧真係好小心啊！要咁因為佢本身有喺1月12號嗰場馬咧有內面咧有血。咁降班嘅時候咧，呢隻馬咧就一再有血咧就拍㗎啦嚇。咁但係咧唔關乎佢22月9號嗰場賽事嘅。佢流完血之後咧，再跑可以跑翻個第4嘅咁樣。咁咧呢隻馬咧就去嘅，佢起碼佢3班有記錄啊嘛。即係佢喺3班佢有攞過獎金啊，唔係差，又跑過第3。即係而家佢係5歲，咁睇下佢啲神操咧，佢就跑，即係開頭咧就脫晒腳嘅喎，好搞笑嘅神操。佢神操咗5次咧都唔係幾想跑嘅隻馬。去到尾嘅時候咧，最後一次咧，終於肯跑啦咁樣，就啱啱肯跑嘅時候咧就報名。11月21號咧咁就肯跑啦，有少少速度啦咁樣，但係咧末後咧俾人追翻咁樣。德薩斯隻馬咧就我相信都賠率方面咧都係唔知道佢冷定熱啦。不過咧就揀佢嘅原因係因為佢本身喺3班係有紀錄噶嘛，3班馬走去跑4班，當然係即係技高一籌噶啦，應該係。不過佢有少少流血，鼻血流大量出血，咁即係再跑多次血咧就冇得玩㗎啦嚇。睇呢場咧就喺2月9號嘅嗰個指標性唔係好高嘅馬嚟嘅。其實咧呢場係俾一個水準比較高嘅馬咧，戀愛狂咧就411場次嘅時候咧，下一場咧跑翻個第3㗎。呢場咧贏馬可以跑翻第3㗎，超越水準跑咗第2就冇影。金峰萬里咧就跑咗第3，可以跑翻個獎金5。嘉應威風大家清晰啦。跑完第5之後包尾。呢一場咧個指標性係好低嘅。只不過睇下佢布文騎呢個1號嘅德薩斯嘅時候睇下點好啦。即係始終我睇下啦，冇1號啊。係咯。首先佢好快速咁樣彈咗出去。首先第一件事咧，呢隻1號就好易認啊，紅色衫啫嘛。指標性唔係好高嘅一場賽事。1號喺呢度啦。指標性唔係好高嘅一條賽事。因為咧係上季嘅。佢試習咧就試咗5-6次㗎啦。就由唔識跑咧就慢慢跑翻起。
咁咧，如果佢係能夠保持翻，佢而家唔係年紀大啊嘛，5歲啊嘛，有進步嘅咁樣，得灰馬嚟喎，好易認喎原來。咁推嘅時候咧有少少反應。呢隻馬最大嘅特點咧就係末段嘅時候咧唔識得去衝線啊。最大特點就係去到末段嘅時候咧自動減速。1號啊！本來咧就跑第2㗎啦，俾人過頭嘅啫，睇唔睇到啊？睇到啦，佢自動減速。呢個情況咧就最主要係一啲馬咧，呢個情況咧就點解佢會成日輸咧？因為佢唔知道前面個目標物要加速，佢知道咧，佢知道佢直路咧，我跑到咁上下咧，我就陪住班人跑，見到個終點咧佢就唔衝，呢個最大問題。問題點咧？佢呢個問題點咧？喺個晨操嗰度表現咗出嚟，亦都係因為俾人過頭之後，佢就冇晒心情跑。呢隻馬就最大問題喺度。嗱咁啊，呢隻馬係咪可以跟下咧？可以嘅。咁睇個形勢啦嚇，睇下人哋嘅幕後嘅信心幾多啦咁樣。